好好笑㗎，有人講俾我聽咧，三高即係話糖尿病啦、高血壓啦、高膽固醇咧，又名糖尿三兄弟啊。其實咧，我就覺得呢句説話咧有智慧㗎，因為原來咧有糖尿病嘅人咧，你個血壓啦、膽固醇咧都要受到控制，你個併發症咧就會低啲㗎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要醫糖尿病咧，一定要醫埋嗰兩兄弟啦。咁今日嚟講咧，我哋糖尿病2.0，我哋會講下咧，搞掂糖尿病三兄弟喎。想知多啲，唔好走開啊！阻大家一陣，咁用開 YouTube 嘅你咧，你一定知道咧，按我哋嘅訂閱咧係唔使錢嘅。咁按完之後咧，就會有個鐘仔出現，咁只要按一按咧，我哋有新片你就會知道噶啦。另外咧，我哋嘅節目咧係牽涉到咧一啲嘅醫學嘅知識啦，咁有時會比較深嘅。咁我哋建議大家咧，如果唔明嘅話，睇多幾次，再唔明咧就問一問你嘅家庭醫生。多謝。我哋不如講 ABC 嘅 B 啦，就係血壓啦。咁原來咧，我哋糖尿病要控制糖尿病同埋預防佢嘅併發症咧，除咗搞血糖之外咧，血壓控制咧十分之重要嘅。點解咧？原來咧高血壓加埋糖尿病，如果兩個嘅控制唔達標咧，好容易咧會導致到心臟血管閉塞，俗稱叫心臟病啦。仲有咧會導致到中風嘅喎。原來高血壓加埋糖尿病，亦都會更加容易有腎病㗎。點解有咁嘅情況呢？原因咧就係高血壓根本就會損害咗血管裡面嘅內壁，加上糖尿病咧會導致到血管粥樣硬化，加起上嚟咧就好容易有血管硬化同埋閉塞啊咁。所以一定要控制呢個血壓㗎。至於點樣度血壓咧，我哋其實有另外一集咧叫做點知血壓準唔準咧，大家記住睇一睇喎。不如我哋講講咧，呢啲嘅高血壓嘅治療方法啦。第一自不然咧就係服用呢個嘅血壓藥啦。咁第二咧就係患者應該保持一啲良好嘅生活習慣啦，盡量戒煙戒酒。咁第三咧就係一啲飲食嘅習慣咧，最緊要咧就要食一個低鹽餐。咁當然咧煮餸嗰時可以即係有鹹味啦，咁盡量就唔好太過鹹啦，我哋叫做。咁如果上咗台嘅食物咧，盡量少用豉油啊或者乜乜極啊嗰啲咁樣。咁盡量避免食咩鹹菜啊、梅菜啊、鹹蛋啊、鹹肉啊之類嗰啲嘢啦。咁同埋咧嗰啲高脂肪食物都要減少啲嘢。體重方面咧，最好咧就係保持呢個 BMI 大概18至23度啦，保持適當嘅運動啦，以呢個帶氧運動咧比較好啲，而每次做咧大概半個鐘頭到啦。咁同埋咧心情都會影響血壓㗎，所以要保持心境開朗。道聽途說難辨清，科研判斷最精明。大家要上啲有科學根據嘅嘢啊！不如我哋講講膽固醇啦，即係 ABC 嘅 C cholesterol。膽固醇究竟係咩嚟嘅咧？係咪一啲嘅壞東西咧？咁其實咧，膽固醇係一種脂肪嘅物質，佢其中咧70%咧係由個肝臟去製造嘅，其他嗰啲咧就由食物吸收。膽固醇唔係壞東西嚟嘅，因為咧佢係製造我哋身體嘅細胞膜嘅主要成分。佢亦都係製造咧腎上腺素荷爾蒙啦，我哋身體嘅性荷爾蒙啦、維他命 D， 同埋我哋做消化嘅膽汁嘅主要元素嘅。喺人嘅身體裏面咧，血液裏面有膽固醇係完全正常嘅。只不過咧，如果個水平咧係超標嘅話咧，佢會促進呢個血管嘅硬化，導致到有冠心病或者中風。由於咧糖尿病嘅病人咧患咗冠心病同埋中風咧，係比嗰啲冇糖尿病嗰啲人咧高出2至4倍，所以咧呢個膽固醇嘅控制喺糖尿病人嚟講咧係必須要嘅。或者我哋睇睇咧美國膽固醇教育計劃咧佢哋嘅建議啦。我哋會睇到咧個總膽固醇量咧就最好喺5.2樓下嘅，而低密度膽固醇即係 LDL， 即係呢個壞膽固醇咧，仲有2.6樓下啦。咁咧，如果咧有一啲嘅朋友咧，佢有例如話即係冠心病啊、中風啊、糖尿病咧，咁呢個嘅 LDL 壞膽固醇咧，我哋希望佢維持喺1.8樓下嘅。
高密度膽固醇咧，其實咧會提供一個嘅保護嘅性質嘅。如果男人嚟講咧，最好係超過1度嘅，女人超過1.3度嘅。不如我哋講講咧高膽固醇嘅治療啊。第一，我哋就要減少進食高膽固醇量嘅食物啦，例如話飽和脂肪啦、反式脂肪或者高膽固醇嘅食物。嗱，飽和脂肪 （saturated fat） 咁呢一類嘅食物咧，會加速我哋個血管硬化㗎。咁有啲咩食物咧？例如話肉類裡面嘅脂肪啦、肉類嘅皮層啦、全脂奶啦、棕櫚油同埋椰子都係嘅喎。咁另外反式脂肪啦，反式脂肪咧就係咧將啲氫咧加咗入一啲嘅植物油裡面啦，例如我哋經常用嘅植物牛油啦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高膽固醇嘅食物，例如話所有嘅內臟啦、魷魚啦、墨魚啦同埋全脂奶咁樣。不過喺日常生活裡面咧，我哋仍然都要食用一啲嘅油類㗎。咁不過咧嚟講咧，高膽固醇量咧，我哋又要盡量去避免嘅。既然咧日常生活裡面咧，我哋仍然都要進食油類嘅食物啦，我哋試下可以以不飽和脂肪代替一啲嘅飽和脂肪嘅噃，譬如多元不飽和脂肪 （polyunsaturated fat），例如話我哋經常咧用嘅葵花籽油啊、粟米油啊、黃豆油啊，咁呢啲都係屬於呢一個 class 嘅。咁甚至咧奧米加3脂肪咧，亦都係屬於多元不飽和脂肪嘅喎，例如魚類啦、三文魚啊、沙甸魚啊、吞拿魚啊，佢哋都係包含咗一啲嘅好豐富嘅奧米加3脂肪嘅。單元不飽和脂肪 （monounsaturated fat）， 咁例子咧有橄欖油啦、芥花籽油等等。咁頭先咧一輪嘴講咗好多呢啲不飽和脂肪咧，其實全部都比較健康㗎啦已經。咁無論你係多元定係單元嘅不飽和脂肪，邊一個好啲咧？咁其實暫時嚟講啦，醫學嘅角度嚟講咧，未有一個定案嘅，所以咧兩樣都 OK 嘅其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講緊講完呢個脂肪之外咧，我哋講講咧，我哋應該多啲食一啲高纖維嘅食品喎，例如話蔬菜啊、生果啊、菇類啊、糙米啊、燕麥呢啲，都可能會幫助我哋減低少少佢哋嘅膽固醇嘅喎。定時做運動都好重要喎，最好咧一個禮拜咧3至到4次，而每次咧大概30至到45分鐘大氧運動。咁例如緩步跑啊、少少短步嘅急步行啊咁樣。咁因為如果做得太短咧，即係唔夠30分鐘咧，就燒唔到脂肪啦。咁如果做得太長，超過45分鐘，可能增加一個骨科性嘅問題嘅喎，例如話骨折啊、扭傷啊呢啲咁嘅。咁另外一個除咗運動之外咧，我哋就講緊就係避免過重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如果係肥胖者咧，應該開始實施減肥嘅行動。眨下眼又講完啦。糖尿控制 A、B、C。A 糖分濃素 ，B blood pressure 血壓 ，C cholesterol 膽固醇，大家要好好地控制啊！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嘅頻道，健康三級社咧，單純目的咧係做健康教育，我哋希望就係提供貼地嘅普通科、老人科嘅資訊俾大家。不過咧，我哋係唔會作出任何醫學評估啦、建議啦、治療俾個別嘅讀者觀眾㗎。關於大家個別嘅身體嘅狀況咧，我哋建議大家請教返你自己嘅家庭醫生。多謝。